好中意飲廢水㗎。不過成日飲生冷嘢，濕氣好重㗎，濕氣重就會引致水腫、肚脹甚至濕敏。睇開我嘅朋友都知我有食開草機，通常我 feel 到好濕好重或者濕敏想發作嘅時候，我就會食佢哋嘅去濕丸。最近佢哋仲出咗全新升級版，功效更快更明顯。升級版仲增量咗50%，由本身每日食2粒變1粒，加上成分 upgrade， 功效仲 double up。我食咗7日就見效啦，食用第1日已經 feel 到排水量多咗，成個人輕盈咗。之後就 feel 到排便順咗，腰線出翻嚟。而第7日塊面、大髀同埋小腿明顯消腫。真正嘅去水腫唔係一味靠去水，因為身體水分失平衡，只會越去越水腫。而草基升級版去濕丸係首先代謝調節水分，然後提升排毒效率減濕敏，再促進循環減浮腫。我食咗7日最有感係佢幫到我減水腫同埋減濕敏。跟晒我呢種中意飲廢水、中意着露腰拖、時刻要 keep 住狀態靚靚嘅人，有興趣嘅朋友快啲去萬寧草基門市草基官網 Say No More 嗰度買啦。